立法院通過公職人員選拔法，也閣有總統、副總統選拔法的修正草案。有青年團體是呼籲政府要趕緊來開黨團協商，來啟動修法。若準真正要來修憲，安尼若應該連這修憲的條件做伙修，避免因為這公民合法條件太過嚴格，所以地屬國家惡推動憲法的改革。18歲公民權先修法，青年參政權不拖延。青年團體共同呼籲立法院趕緊修法，讓18歲的公民貪有投票權。其實立法院內政委員會5月初審有通過公職人員選拔法、甲總統、副總統選拔法修正草案，要甲會當投票的年紀對20歲修做18歲，嘛建請修憲委員會啟動修憲。目前也在等立法院長召開黨團協商。青年團體指出，去年立法院有通過青年基本法，就明定政府應當保障18歲公民權，嘛呼籲立法院趕緊啟動修法。已經有很多的國家開始討論16歲是否可以有投票權，也將參政年齡投票壓制到18歲，它不會削弱民主，反而讓民主更可以貼近不同世代的真實需求。其實18歲公民權在2022年時，立法院就捌通過修憲案，然後交由公民投票來否決，卻因為通過的條件上嚴，要超過選舉人總額的半數，致使修憲失敗。青年團體甲學者認為，憲法第130條規定，滿20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，是為了保障20歲以上國民的選舉權，並無禁止修法調降選舉權的年歲。因認為憲法有改善的空間，注定無需要擱經過修憲。我們認為18歲公民權修法即可有憲法解釋空間，這件事情已經被公法學界主流意見支持，朝野政黨也在青年基本法、選罷法審議時對此有了共識，就應該優先完成修法。立院3讀，總統公布之後，中選會如果認為有異議，就盡速向憲法法庭提出，讓司法院做成確定解釋。修憲公投門檻是非常高度的門檻，使得修憲幾乎不可能成功。憲法呢需要改變，那麼就應該一併的修改修憲門檻，這樣才是真正的打開憲法改革之門。青年團體甲學者共同呼籲18歲公民權正經愛經過修憲，也應當先對綁定修憲的條件開始做，避免公民參政權繼續風拖延落去，嘛才通積極推動憲法改革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